无生命，耶稣基督咱的主。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到伫你的面头前，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互阮确实主你的模样，会当伫这世上活出你的荣光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会当伫这世上看见人的需要，伫黑暗的所在成做别人的光。虽然伫这世上，阮会拄着侪侪攻击甲阻挡，伫做分开诱惑其中，会拄着撒旦侪侪的试炼，总是咱知伊是一个异人。伫这中间，伊有痛苦，有目屎，无了解上帝为虾米要互伊拄着遮的苦难。总是主，互咱拄着苦难，是要伫苦难中搁一摆，互咱见证主的大宽容，互咱会为伊做美好的见证。约伯讲：我真健康听见你，早我的目睭看见你。约伯伫这中间亲身体会着上帝确实甲伊伫咧。主虽然互咱每一个人伫世上拄着无共款的苦难，虽然互咱受苦，但是咱爱相信，主你永远袂离开咱。上帝的神会时时刻刻甲咱相甲伫咧。求主继续看顾阮个人、家庭、教会、国家，拢有主你的看顾甲保守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好咯。